媽媽，我送首歌俾你啊！吓，呢啲咩嚟㗎？咁似我睇韓劇裏面啲韓文字嘅。同學，今日介紹大家一個好有趣嘅數學知識，叫做中國花馬。花馬又叫蘇州馬子，相傳係由南宋時期嘅算籌演變而嚟嘅，係中國民間早期嘅商業數字，亦都係唯一仲仍然使用緊嘅算籌系。花馬原本只係喺商業界用於買賣同埋速記嘅，直至清末民初先至喺民間甚至乎喺官方廣泛使用。咁到底而家仲有冇人用中國花馬去表示銀碼嘅呢？其實而家喺內地都近乎絕跡噶啦，反而喺香港，我哋仲會喺小巴、街市、舊式茶餐廳，甚至乎中藥館裏面呢，仲會見到佢哋價錢牌上面會使用中國花馬嘅。咁到底花馬係點樣解讀㗎？原來一啲都唔難嘅。同學仔可以望下呢一個表，一個圓圈呢就代表數目字0，一條橫線或者一條直線就代表數目字1，兩條橫線就代表數目字2。咁三條橫線，同學仔你估下代表幾多？冇錯啦，就係數目字3。而一個交叉唔係代表交叉喎，原來係代表數目字4嘅意思。咁其他嘅數字呢，同學仔可以觀察呢一個表。咁我哋點樣去睇花馬呢？咁其實花馬嘅標價呢係分兩行嘅，上行係記數值，例如例子 A 呢，上行呢其實表示2、4，咁下面嗰行呢係記單位，呢個單位呢係寫住10元，代表上行第一個數字嘅數值係10位，即是24元。如果下行嘅單位係8元嘅話，就代表上行第一個數字嘅數值為8位。咁我哋睇下例子 B 啦。咁上行呢就係315，咁下行係寫住8元，所以成個嘅價錢牌呢就315元。咁你哋估下例子 C 嘅答案係乜嘢？冇錯啦，就係918元。由於花馬1、2、3都係豎筆，為咗避免呢3個花馬連續寫嘅時候會出現混淆，咁所以我哋呢就會係橫筆1、2、3同埋豎筆1、2、3嘅花馬相間。第一個數字係用豎筆，第二個數字係用橫筆，咁第三個數字就用豎筆。希望呢更加清楚表達個數量，所以例子中嘅13就會寫成用豎筆嘅1同埋橫筆嘅3，即是代表13元啦。媽媽，咁你而家知唔知歌詞係講緊乜嘢㗎？等我將佢哋譯返做阿拉伯數目字先。哦，原來係歌手林子祥嘅歌曲《數字人生》嘅歌詞。多謝你啊，俊俊。